Hello，大家好，歡迎返到我嘅 channel。如果提起開羅，大部分人一定會諗起嘅就係我上集同大家睇過嘅金字塔同埋博物館。但喺城市嘅邊緣有一個地方，大家都叫佢做垃圾城，而呢個地方就係以回收垃圾為生。開羅90%嘅垃圾都會運到呢一度，而住喺呢一度嘅居民好多都係以徒手分類垃圾為生。呢度有咩咁特別呢？你以為就係得臭味同垃圾？唔單單只係咁，其實喺呢一堆垃圾山嘅後面有一座好特別嘅教堂，就係洞穴教堂。而今集我就想同大家由呢個地方開始，同大家分享一下其實喺開羅古埃及文明嘅另外一面。相信大家都知道，其實埃及大部分嘅人係信奉伊斯蘭教，佔總人口嘅90%，而剩翻大概1%左右嘅人口其實係信奉基督教嘅。而埃及嘅宗教歷史變化其實係相當之有趣嘅。喺古埃及嘅時候，其實人民本身就係信奉多個神明，而去到羅馬時期，聖馬可將基督教傳入亞歷山大，慢慢令到基督教逐漸普及，更加發展成為科普特教會。後嚟去到法底瑪王朝阿拉伯嘅征服，成功打入咗埃及之後，伊斯蘭教就成為咗主流嘅宗教至今啦。所以你可以喺埃及一個國家度揾到唔同宗教嘅歷史痕跡，而基督徒喺今時今日嘅埃及社會其實係少數嘅一部分，而呢個垃圾山正正就係呢一班基督徒居住嘅地方啦。佢哋喺1970年嘅時候喺呢一個嘅洞穴刻畫咗一個教堂出嚟。裏面十分之精美，而且更加係中東其中一個最大嘅基督徒教堂。而去到呢個洞穴教堂呢，其實都唔係你想象中咁容易，因為呢好多嘅當地司機呢都未必願意會走到入嚟。所以呢，我建議呢，如果大家真係有興趣嘅話呢，最好就係包車或者係 join local tour。雖然嚟到呢個垃圾山唔算話特別方便，但係我覺得呢都係非常之值得入嚟嘅。因為喺呢一度你可以見到一個國家裡面嘅人為咗自己嘅信仰同埋身份不斷去堅持，而且我覺得呢度嘅畫面衝擊俾我都非常之大，因為我都想象唔到穿過一個垃圾山社區之後，竟然有一座咁精緻、咁精美嘅教堂喺度。而呢一班嘅基督徒，佢哋唔單止喺呢一個嘅垃圾山社區度工作，甚至喺度居住。裏面呢個社區仲有一啲嘅生活配套設施，例如係學校、餐廳等等。咁所以俾我嘅震撼呢係非常之大嘅。離開呢一個嘅垃圾山洞穴教堂之後，我哋就去到舊開羅嗰邊。舊開羅其實入面都有一個好重要嘅基督徒聚居區，呢度集中咗埃及最古老、最重要嘅教堂，同埋一啲猶太會嘅會堂、博物館。成個區域就好似一個微型嘅基督教歷史公園咁樣，都好值得嚟㗎。如果金字塔係代表古埃及嘅多神信仰，而呢個 area 呢，就係見證住基督教點樣喺埃及扎根嘅地方啦。而我發覺呢一個教堂呢，比起我平時去過嘅教堂呢，風格完全唔同。無論係佢嘅建築風格啦、用色啦，甚至喺教堂裡面嘅畫像呢，係我從未見過嘅。所以如果你對基督教都有興趣嘅話，都不妨可以去到埃及呢個社區望下。而且相傳耶穌一家呢，去到埃及避難嘅時候，曾經喺呢個區域嘅教堂地庫停留過，所以對朝聖者嚟講都係非常之重要嘅。而家就帶大家慢慢咁遊歷呢一個嘅區域啦。參觀完之後，我哋就喺附近行下。其實埃及都有唔少嘅歐式建築，喺呢個區域都可以見到㗎。我哋仲喺條街度買咗一間好出名嘅果汁店，佢又平又好飲。
如果大家口渴想飲嘢嘅話，我都好推介呢一間俾大家。之後我哋就去開羅另一個比較少人去嘅地方 Salma Lake， 而去呢個地方呢，今次我哋就揀咗搭地鐵啦。可能好多人都唔知道，其實開羅係有地鐵㗎，咁但係佢嘅線路網絡呢，未係覆蓋到好多地方，主要都係市中心先有地鐵。而佢呢度搭地鐵呢，就需要去售票處度人手買飛，之後再入閘。喺開羅咧搭地鐵嘅人唔算好多，所以見到月台上係相對比較冷清。而佢同其他中東地方一樣咧，都係有女性嘅專用車廂嘅。終於到達 Salma Lake 啦！一出地鐵站之後咧，真係完全唔覺得自己係喺埃及，好似去咗歐洲咁。呢度咧完全冇一啲嘈吵嘅交通聲啦，成個環境氣氛咧都好舒服，而且呢度仲種咗好多樹，所有嘅建築物咧都非常之有特色。喺呢個區域行咧係非常之舒服㗎，而且呢度仲有好多特色嘅 cafe。今次我就揀咗呢間。佢成個氛圍咧都好有巴黎嘅風味，而且佢嘅咖啡啦同埋嘢食嘅質素都好唔錯，所以如果想攤攤條條喺開羅 spend 一個晏晝嘅話，我都好推介大家可以嚟呢一個區域行下。除咗喺呢度嘆杯咖啡、行下 cafe 之外，呢度仲有雪糕店啦，同埋唔少特色嘅小店，甚至你行到攰咧，仲可以做 massage 添。所以我都好推介大家可以有時間過嚟行下。除咗呢度之外，大家都可以考慮去埋新開羅呢個區域。新開羅顧名思義就係新發展嘅區域嘅意思。呢度咧充滿好多新型嘅商業大廈啦，同埋商場，所以咧喺呢個地區行街咧，其實都比較舒服同埋非常之安心嘅。驟眼一睇咧，差啲以為自己咧去咗杜拜㗎。夜晚嘅時間，我哋就去咗開羅一間非常之出名嘅海鮮店食晚餐。喺呢度食晚餐咧，非常之有驚喜啊！佢嘅海鮮咧好新鮮啦，而且咧價錢係非常之平嘅。我非常之推介咧，大家可以試埋佢嘅海鮮湯，咁咧就會令你成個埃及之旅咧非常之滿足啦。下集我就同大家一齊去盧克索睇下帝王谷同埋盧克索神廟。如果唔想錯過嘅話，就記住留意下一集啦。最後唔好唔記得 like 同埋 subscribe 我嘅 channel 啦。我哋下集再見，拜拜。